大家好，我係 Linda。咁最近咧，Bitcoin 比特幣咧係大幅嘅下降，咁好多資金咧從呢度流咗出嚟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呢？咁我哋仲值唔值得再持有 Bitcoin 呢？咁其實喺最近好多嘅分析師啊，同埋最近嘅好多嘅市場嘅情況嚟睇咧，嗰個 crypto 嘅市場咧，其實係兩極分化嘅。一方面咧係 Bitcoin 係不停喺度下跌啦。另一方面咧，有一啲crypto 咧，佢係喺度上升嘅，即係市場開始而家係追捧嗰啲係真正有價值嘅、真正有應用場景，並且能夠提供交易啊，能夠有potential 去獲得一個效益增長嘅 crypto 咧，個平台或者係貨幣咧，係反而受到吹捧。所以我覺得咧，而家呢個時候可能咧係真係要考慮係咪即係適當都會拋一手一啲Bitcoin 出嚟啦。即係如果你嘅買入成本係當年係比較低嘅情況下邊咧，我覺得係可以係出手嘅。好多人就依然認為係可以係繼續去持有 Bitcoin，但係我認為喺而家呢個時代咧，USDC 已經係可以講係取代咗呢個 Bitcoin， 係 overtaken 呢個 Bitcoin 噶啦。咁所以我認為咧，可以考慮 USDC 同埋好似比如話Circle 啊依類咁嘅新嘅一個 USDC 嘅交易平台，就唔好話淨係壓重喺 Bitcoin 咯，即係佢已經係好咗冇咗以前嗰種吸引力，無論喺交易啊交易鏈上邊咧，佢好似都已經唔係好佔太多嘅優勢啦。所以我覺得都係一個時候可以考慮即係出貨咯。即係假如你買入嘅成本唔係好高嘅話，當然如果你係真係好似喺好高位追入嘅話咧，咁即係或者係再觀望一段時間咯。我諗呢段時間係好難捱，因為好多資金都會流出嚟咧，去投向嗰啲 AI 嘅有成長嘅，即係真正有護城河嘅呢個AI 嗰啲資產嘅公司咯。就好多年前，其實我都講過一個咁嘅一個小小嘅即係一個咁嘅 hit 啦。即係話，如果假如喺黃金、比特幣，係咪喺房地產同埋英偉達嘅股票，你認為邊類5年之後獲得嘅回報係最好呢？咁當時好多人咧，有啲人係揀黃金，有啲人揀 Bitcoin，有啲人係揀房地產。其實咧喺而家睇嚟咧，真正有護城河同埋帶嚟高成長同回報嘅資產咧，其實就係嗰啲 AI 嘅呢啲項目上邊，同 AI 成條生產鏈呢個行業嘅所有相關嘅企業。